伫我身躯边是许志豪，志豪的新专辑叫做袂记的青春。《袂记的青春》啊，所以因为阮两个吼拢爱听台语老歌。是啊，嘿，伊减我2岁啦，看袂出来吼，嘿靠腰，看起来减你1起年。嘿啊减我2岁，伊就做大尾的对。对，然后阮两个拄仔讲过一句歌词，阮两个足介意的，所以阮就拣一首歌吼。对，你拄仔讲迄个毋通爱花无爱无己，爱己。你感觉即句话是咧讲啥？你若以白话文来讲，爱花不爱枝，这有点诡异耶。伊的意思是安那？因为花是长水的嘛，就是讲你袂当我少年当你青春的时候，你爱我，等到我散枝落叶，青春不在的时候，你就甲我弃嫌。啊，你看我即摆用遮尔侪字讲出来话，伊会当用毋通爱花无爱己来形容。你袂讲这台语太水了？真正的，这就是2个6年级生的对话。我6年8班，我6年6班，怎样？我强调者。青春比喜剧。我们2个人第一次合作我好紧张哦。公路过暗暝，东边树几粒星，伴着阮目屎滴，毋敢出声。看天，想起是谁人，加下好情意，想今日身躯，毋是普通事。先生，我感觉非常的荣幸，今仔日会当为着你抓人。也毋过先生，我感觉你心情敢若非常非常的悲伤。你看你肩胛头遮尔啊硬，胸坎遮尔啊窄，哎呦，你是有啥物伤心的代志要讲出来，互阮知影无？煞毋知影青春遮尔宝贵，想袂到1起年遮尔紧就过去啊。虽然我保养了真好。到即马看起来好亲像30几岁尔。我阁问一下，你几岁？先生，我40通，通要50。也毋过，虽然青春一去不回，是，也毋过咱会当借由我的歌声，你真好的即个琴，留下即个真好的记录。原来你是唱歌的哦。是啊。唱歌身躯遮红，敢好唱？所以讲，必须要靠你帮我送一个，互你送。讲比多悬天，见深落水伫白衣，心内阮无怨气，想阮心中的囝儿，为咱思毋敢对人乱讲起，阮命现在亲像在水间。先生，你唱歌遮尔好听，原来是艺界的人。你毋知熟悉阮一个新的叫做李炳辉无吼？哎呦，救用伊的大名啊！有影？原来迄是恁生的哦。对啊，阮新的即马都拢无啥路用到啊。我想讲，你若有机会，牵我出来弹敢好？当然啦，莫讲谈，做伙拍拼，敢有影？为着台语歌，好毋好？你来讲即个遮严肃的问题啦，我惊噶。你惊啥啦？讲来
花香味，花香可比阮旧年。定宁搁爱会记，唔通爱花无爱己。阮心内为孤，无白来到死。阮一生不知幸福也是悲。袂记的青春，袂记的青春，先生，身体较顾的迄，无问题。希望后一题莫互恁等一起呢。多谢。